主元2026年3月3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得胜的新旅程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约翰福音第16章第1节到33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约翰福音第16章。我已经有将这代志甲恁讲，是要互恁的信心袂摇动。人为甲恁赶出会堂，时得要到，要杀恁的人，拢会想讲因是伫服侍上帝。因为做这代志，是因为因毋捌爸，嘛毋捌我。毋过我已经有将这代志甲恁讲，是要互恁时到会记得我有甲恁讲。我无对起头就将这代志甲恁讲，是因为我一直拢有甲恁做伙。现在我要转去找我来迄位遐，恁中间无人问我你要去倒位。我将这代志甲恁讲，恁煞满心忧闷。不过我着将实情甲恁讲，我去是对恁有利益，因为我若无去，为助者就袂来恁遮；我若去，我会找伊来恁遮。伊来的时，会甲世间人指正因对罪、对义、对审判的观念有错误。对罪，因为因毋信我；对义，因为我得要去爸遐，恁袂阁看见我；对审判，因为即世间的统治者已经受审判。我还有真侪代志要甲恁讲，毋过恁现在还袂当了解。真理的神来的时，伊会带恁了解一切的真理。伊袂照家己的意思讲，会照所听见的来讲，嘛会甲恁传达得要来的事。伊会将荣耀归互我，因为伊会将我交代伊的，甲恁传达。我的爸所有拢是我的，因为安尼，我才讲圣神会将我交代伊的，甲恁传达。阁无偌久，恁袂阁看见我；又阁无偌久，恁会阁看见我。有几若个门徒讲来讲去，伊甲咱讲，阁无偌久，恁袂阁看见我；又阁无偌久，恁会阁看见我。阁讲，因为我得要去爸遐，这话是甚物意思？所以因一直问，伊所讲阁无偌久是甚物意思？咱毋知伊在讲甚物。耶稣知，因爱问伊，就甲因讲：恁因为我讲阁无偌久，恁袂阁看见我；又阁无偌久，恁会阁看见我。在问来问去是无？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恁会啼哭哀伤，毋过世间人会欢喜；恁会忧愁，毋过恁的忧愁会变做欢喜。产妇生囝的时有忧愁，因为产期已经到。婴仔一个出世，就无阁记得生产的痛苦，伊会因为婴仔已经出世伫世间来欢喜。亲像安尼，现在恁有忧愁，不过我会阁见着恁，恁的心就会欢喜。恁的欢喜，无人会甲恁抢去。伫迄日，恁袂阁甲我问甚物，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恁互我的名，无论对爸求甚物，伊会赐互恁。到现在，恁还毋捌互我的名求甚物，恁着求就会得到，通互恁的欢喜满满。这代志我已经用譬喻甲恁讲啦，时得要到，我袂阁再用譬喻，会明明对恁讲起爸的事。
伫迄日，恁会奉我名祈求，我并无甲恁讲，我会替恁对爸恳求。爸本身疼恁，因为恁有疼我，阁有信我是对上帝遐来的。我对爸遐出来到世间，现在我要离开世间，转去爸遐。伊的门徒讲：现在你明明讲，无阁用譬如来讲。但阮知你无所不知，无需要人甲你问，因为安尼，阮信你是对上帝遐来的。耶稣应讲：即阵恁有信无？恁看，时得要到，呾已经到，恁会分散，逐个人拢转去家己的所在，放我家己一个。其实我毋是家己一个，因为有爸甲我同在。我将这个代志甲恁讲，是要互恁伫我内面有平安。伫世间恁有苦难，毋过着勇敢，我已经较赢世间。得胜的新旅程。耶稣伫食最后晚餐了后，对门徒做真侪勉励。伊有过家己得要离开世间，门徒得要面临极大的挑战。耶稣甲门徒讲：我已经有将这个代志甲恁讲，是要互恁的信心袂摇动，鼓励因伫即种要到的挑战中爱持守信心。虽然因有无可避免的悲伤，但是这悲伤将转变做喜乐，因为耶稣要赢过死亡。耶稣再次强调连结的重要性，特别伫遭遇无通避免的苦难的时，要因为这份连结有平安。耶稣直接甲门徒讲：伫世间恁有苦难，这可能是各种压迫、各种考验、各种冲突，毋过着勇敢，我已经较赢世间。勇敢的意思是爱坚强、爱坚定，莫失胆。这是面对苦难的态度甲力量。搁较是来自耶稣基督赢过死亡、赢过世界的宣告。人生的苦难，耶稣知影，但是伊已经赢过。因为安尼，咱通毋免家己承担，是爱转来到基督内面，得到赢过苦难的信心甲勇气。伫日本3·11大地震以后，朝日新闻刊载诗人岛田洋子的诗《水墙》，用这鼓励日本同胞，虽然伫困境中，也莫放弃希望，亲像水墙所经历的一般。首诗写讲：水墙毋是生来就想要成做水墙。来到悬崖之际，你才知影面临的是深渊。你的命运就是写身一落千丈，你直头直落，风缓缓涉点谷底，迎接你的却是意外的平静甲安然，继续你的新的旅程。人生拄亲像这首诗所写，苦难常常无有境临到，来到悬崖之际，你才知影面临的是深渊。检采迄是无可避免的冲击，但是咱知，伫这以后有平静甲安然，因为有全新旅程值得咱继续追找。主耶稣早就已经应允，甲真平安赐予咱。伊讲：我将平安留予恁，我将我的平安赐予恁。我赐予恁的，甲即世间得予人的无共款。
你的心毋通着急不安，嘛毋通惊吓。佮讲，伫世间恁有苦难，毋过着勇敢，我已经看赢世间。耶稣并无应允跟对伊的人通免受苦难，反倒明确讲，伫世间恁有苦难。这提醒咱，基督徒并未因着信仰就免除挑战，但是咱会当靠主刚强勇敢面对挑战。伫即个世间，每一个人拢会经历困难和挑战。无论是健康的问题、人际冲突、经济压力，也是信仰的试炼，苦难差不多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一部分。总是耶稣予咱一个有力的应允。虽然咱会遭遇苦难，但是因为甲主连结，咱通拥有真正的平安，搁伫基督里拥有得胜。搁全新的旅程。默想，我是毋是有信心宣告靠主得胜，搁伫苦难中保持信心甲勇气？我是毋是有信心宣告靠主得胜，搁伫苦难中保持信心甲勇气？咱来祈祷，赐平安的上帝，我愿意将家己的性命结连伫基督，勇敢面对苦难的挑战，开启得胜的新旅程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